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生命的旅人，即便像这一次带着摄影机从台北回到了南庄，虽然拍的是自己长大的地方，不全然陌生，也并不代表一定完全的熟悉。我只是觉得在生命的旅途上，至少要有一次像这样的拍摄计划。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家乡的名字在我心里是一位爱人，也是一首诗。每当我看到一张张李承启先生的摄影作品时，我除了看到深刻的岁月之外，我还看到人与土地的感情是那么样的微妙与细腻。那互动与共生，在快门的瞬间下，黑白成型。我在黑白里看见了一种声优诗的意境。这个是在南庄国中拍的，他现在应该是30几岁了吧？那时候30几岁，90年，应该大概60几年、70几年、60几年。这小孩子好像是毛妈的小孩子这样，他们都好像很勤快。小时候没有什么零用钱，大概都是在那边。国中那时候好像做那个教师是吧？他变成那个总务主任叫他们说：“你们帮我把这个带过弄过去，一个弄一个砖，好像是不知道1毛钱还是多少钱，反正这个，我觉得这好像童工的样子，我就把它拍起来，因为小时候我也是这样子。”很爱赚零用钱了，都是用这种。这个会让你回想到，有啊，以前我们那时候不是跟人家抬砖了，我们那时候是专门捡那个什么玻璃碎玻璃啊，或者破铜烂铁啊，捡那一堆，然后再拿去给那个叫做阿亮啊，那好像是他专门收这些东西的，我们就拿去卖。一堆他换了差不多可以卖几角钱了，
然后就去买糖果吃，一下就吃掉了。那时候糖果也是1角钱就可以买得到，一两粒这样子。所以看这些小孩子都这样钻零用钱，我也想到以前。那时候我住在竹南嘛，那我竹南我家对面就是一个补习，就是小孩子的补习班，就是小学生跟国中生的那样的补习班。那对面那个补习班老师就等于说也是我们的邻居嘛，他有一次就问我说：“哎，他想假日带小朋友出去玩，那他不晓得去哪里玩比较好，问我知道哪里。”那我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到中港溪的上游啊，或中游都还不错。那中港溪下游就很污染的这样。然后他回答我什么？他说中港溪在哪里？哪一个是中港溪？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叫那小孩子背什么长江流过哪几省，什么黄河流过哪几省，他把那个长江、黄河的支流都背得一清二楚的。然后他住在竹南嘛。他吃的是中港溪的水，喝的是中港溪水，吃的那稻子也是中港溪的水灌溉出来的，啊，那甚至于他住的这个地方，也是中港溪冲击出来的平原，他竟然不晓得中港溪在哪里，已经30几岁的人，我就觉得很纳闷，怎么会这样子？为什么那么多人他对这个土地，这个喝的水，都是这个在这条中港溪里头，他不知道中港溪，然后他去背什么黄河有流经哪几省，长江流经哪几省。那为了这个目的的时候，我可能会采取一种比较写实的画法去画，因为这个写实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当然一种记录，那也一方面可以让人家更容易了解说，其实我们就在我们身边就有这么样的东西，有这样的河川，有这样的山林，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去保护啦，或者去怎样？
故乡之路，路伫你下面，寒色时节被塞条路，铺上了一层一层的乌马膏。童年时节清楚的脚迹，一步一步行入了模糊的头发。就讲，种13年吼，离开这个故乡，无长期到遐个时节吼，我变做讲，有一种生疏的感觉，生分的感觉吼。也迄一天我以为啦，因为以前所看到的，老人几年以后，然后几十年以后，转来所看到的，迄无同样的，系啊。故说唔要想爱去转去看看的，但系老人。爱转去实际上看到的情形哈，老人想象的，老人前经验过的，都无同样的东西。路伫你下面，阿金伯的店面前，老人家搭在骨架上，越老越细。妇联树下，铁铜钢的细蚵的。出外以后，看得转不开。路伫你下面，尊敬的富人家世上用嘅色标，意淫本历史嘅风流，讲政治，阿才所嘅爱人物，唔伫那时，渐渐说。认为我有一首诗诶，都要去思考，就讲，其实反转过来想，谈到故乡的问题哈，讲反转过来讲，去到那度诶，一天我去先了解这个地方，了下将来我生存的地方，系么个样嘅情形啊？我以熟悉佢，可以了解佢，佢只未来的故乡啊。因为讲，一张年，待到长久以后，一段时间以后，对了一天会有得感情出来，这个地方做人的故乡。路伫你下面，草本日熟悉的家乡，今本日变成了上风的故乡。路伫你下面，随着邱老师的故乡之路，我穿过了这条时光隧道，来到了1983，我6岁那年，妈妈带着刚从托儿所毕业的我，来到即将要就读的南庄国小。我们来到了一间教室，阳光就从窗户透了进来。我静静望着那透进来的光，好久，好久。也许那是个什么样的开始，也说不定。后来，我慢慢长大，故乡对我来说，不再是个模糊的概念。而是真正的、具体的存在我生命里的某一个部分。
其实自然也是象征的一个母亲。我们人有时候会想要回到自然，其实有一点想要回到母亲，想要回到子宫那个感觉。那我有一段时间，我也是觉得我要找一个归宿，一个安顿的地方。那这么讲的时候，就觉得自然很自然，就是我们回去母亲的感觉。那后来，等我这个画完之后，我觉得我到自然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回到母亲那样的感觉。我觉得走到自然里面，我还是被排斥的，我没有办法融入。那就是我在想说，我生命里面还某些缺憾，或者是说我的某些执着，还阻挡我回去。搬家会让我觉得，就是说，突然间跟以前，因为我在旧家住了30几年，那30几年的岁月是蛮长的。那这30几年，我小孩子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那我父母也在那里过世，那就我突然间跟这30几年就断裂了。那断裂的时候，从那断裂就掉到一个黑洞里头。我把香草对折，对折，再对折，和衣物叠起，放入行李箱，轻轻地拉上拉链，即使不能穿它，也要带着，在孤寂的夜晚，可以静静地拥抱。灵魂说，创作能治疗忧郁症。肉体说，创作会激化忧郁症。他们在争辩，因写诗而忧郁，或忧郁而写诗。
还是写诗等于忧郁？我到现在还没办法把上帝做一个定义出来，可能一辈子我也找不到这个定义出来。不过我是希望真正有上帝存在。跟忧郁症友善共存。金宝们，第二天噻，让做出来了干咩啦？要上来啊！让做出来干嘛？你咩忙户啊？让那白王看看，冇爱啊！太多啊！太多条啊！打切多条呀！按大上哦，中按到。哎，阿爹，哎，你把那过来拿好嘛？你呢？那这是后卡该用个呀？吹顺啦。厕所了，好啊，好啊。你要不爱啊？是啊。好按自那我今日讲，你要是有财，他就拿多赚，有可能披萨要要排泄。哦，好难中听啊！间垃圾啊！好难听啊！头下我二来再爱落电上我记啊。是啊。好啦哈，做书有向我跑题的，因为是的，就是人这样，从那懂上班的，有一点客家人那个勤劳那个，就是人说有很欠啦。我阿妈妈同我要专門以後吧，專門啊種菜啦，即係同我來當親切當講嘅，反正這些動作我都覺得很熟悉啦。以前冇買係好，要起碼咧做落古董係啊。我話都係啊班底強嚟翕兩張嘅歌有唔係翕下來。上次人哋出到頭一些，等到人哋翕我見唔啲，爭嚟對打招呼嚟講。講下咧，其實他也半推半就了，他不喜歡人家招很多，他說招這麼多幹什麼？他大概要替我們省錢了，我說因為去按我浪費，也有我們意思。
做咯，头家做做正行正做正行。乡下嘅老房妹做起落去呀。林天光，佢講爭地嘅台，唔是多歲嘅老房妹，開電燈管，腰痛，雙馬無力，還有重電嘅腳頭。天天空空悄悄嘅腳跡，行到河巴上嘅菜園，大量種菜，派鳥淋水，幾個撩咩撩踢，最遠通標，唔當種到番薯有誒，種梨種雞。等等年節，台北做鐵路嘅來嘅新橋轉來，沒有好拿。阿姐，哎，你家咋分啊？安排到，我不敢啊。对呀。我拍人家，我都有时候想，哎，我母亲以前也是这种情形这样子。不过俺妈妈冇安头塞，佢都78岁还是过生的。她其实也一直做这些工作。我们小时候的印象好像特别深刻，因为一直跟在他们身边啦。我们就是淋菜里头、摘菜里头，全部，你细细咩全部学过话，因为有熟鸡鸭里头，熟猪的里头，马甲细个做个头部细细啊。大概翕而家喺度想，佢講阿媽媽家我冇翕到，而家。啊，人哋做邊冇睇嘢啊？到主題，唔多會妒忌嘅老房妹，夾一些區嘅挑夫兒，幫辦完早晨失傳嘅忙，就按樣簡單來過一場。佢講，但係七家13人，老幾條路橋啲屋卡，主動未打上到聽。但下還可以山腳下嘅竹葉集中入，實在千無限。安不聽，細號山腳嘅老房妹，點點坐到40足天火下嘅高椅搭，唔盼得盡天使來看，目金金嘅。等等作蛋糕嘅甜吧，唔知哪時會叫。伊講，下擺來嘅會打天花轉來，迄無接到，強怕來嘅會成。三更半夜，叫嘅啲嘅派，還望落高嘅老闆妹。翻身空巢，打開大門，頭茫茫地望出幾條在木下嘅路。
我上牌最爱用啦，就讲我带了迄庄稼啦，庄稼最接近呢，同都市无共样诶，应该是农民啊，应该迄片土地啊，迄片土地应该是农民的成分有啊，农民的个成长啊，农民的经验嘛，吼，应该是我一点了解的部分啊。我写的地图帮到写到当多有关于耕田的农民的种菜的个富人家的本养人的这种东西出来。进房门，进房门，做门嘛，做门的哈。对啊。做初边去打个菜用的，唔记得，昨天晚就4条嘛。昨天晚上4条嘛，这做啥呢啊？哎呀，上锅菜冇做。又数做多年啊？又数着了吗？啊？又数着了吗？来，财富师啊。有。你得大概。我该做好未啊？我做好啊，你大概冇？该无插天唔会该。哦，都来插，不掉现在插来啊，系冇？系。我从我开的。哦，你啊？你啊，送来啊，叫欠挨个欠唔嘛？冇用啦。我了解下。那这先就。你这个留意了嘛？那这先就拿，等会不该相地的你啊。哪相地啊？肉点的啊？哦，该到位哈。对啊。肉点的历年吧，嗰种。啊，拿本面你唔要啲嘅冇，啊拿包装就。拿要按多用不然冇对哈。排泄啊。好，谢谢你。再过按。啊，咁拿抢下用本钱啊。哦，不。今日阿妹诶，头2拜做嚟看到。好家，我讲嚟看，阿妈妈家嚟食啊。你要装都隔壁哦。阿收的啦。阿收的。发给朋友个。哦。嗰摆迄个啦，翕的无按好啊，如看你也装翕啊，较刺激。嗰摆迄个父母我翕的啊。那不真那早就翕无个。你属地倒位啊？交我面前翕的啦。嗰摆毋是站迄摆呀嘛？啊，伊拄该做市场嗰边搭，拄该做市场隔壁个啦，啊。咁嘛现在啊，我都给他念过，我看哎呦，你都给他俺都弄学着，你也唔知俺些，你啊，你还要大嘛？你那伢那个哪会搬来？世界啊？世界系啊？哦，迄唔讲，有嘛事情是有事情是。俺唔会打，你打你来，俺会弹。哦，唔会弹，唔晓打，咁你迄讲打本意思啦，很明。很啥大部个那就下面噶，那要唔晓打。哦，有号码无？天班号码炒在哪里啊？有炒在哪？有啊。伊平常都，反正无卡，伊单身，你啊即个拄卡边啦，叫生意全部四出外，伊性格来全部都弄过来做生，这个啦，假日都无做啦。里面有一包的，做生意行来带，一带门关，还是回来比较那个。生意呢又会做头路，没办法做来估计嘛。行来就拿，就小人嘛就买个大哥大，会挂的，讲你遐有嘛事情的嘛，随时就打去。而且个因为而且个又唔晓打，又还明打，行个。号码记到加入个大哥大个单位，按挂的，伊摆看到伊按挂的，啊唔会打嘛，唔会打，啊个唔是咯，我要会打，要阿会很面打，伊看到嘛阿会打，还有事情阿会很面打。安命，秋味而安，土满个命，
虽然大家认为也是一个当土的名字，无半点土地的教化，无半些文雅的气质。不过，有一些体内的气味，还有一些客家的味道。做嘛沉重这种东西？有的人讲，过去的吼，过去迄老丘的吼，故事台啊，但是无想到讲，拿到你下来用，也同人比较，实际上免唔好讲当数啊。我比如按名来讲，按个名，伊本身是一种符号，符号背后有一个文化意义啊。而且较讲特殊的啊，你做下冇用，当然人都冇咁冇啊。差你60岁老北妹，地图全部当到冇啊，包含南部的咩当到冇啊。係啊，你客家當特殊嘅啊，你客家特殊嘅那物體，你學啲拼音嘅東西，佢顯示到一個族群有一個無自信嘅所在啦。那燕燕看阿姨的时间哈。秋雨你安土埋嘅路，给我看，猜你還問我結天七家嘅名嘅以前，所有嘅名，但唱係一種譜號，總了未必係正義，正義未必係正義，文辯未必係文辯。講明未必係講明，符號並無代表任何嘅人性意義，意義愛靠自家創造出來。后来，我即个有摄影的家啊，都是想透过的事情，都想要拍，能透过回忆以前的那一个情景啊。啊，说带下摄影以后啊，去个天球哈，都很有在搞。不过摄影的都在虽然很表演啊，其实许多个人是刺眼出来搞啦，知道人去无？人靠过人嘞。跟伊头按长的呢，虽然有風啊，人大家風啊，因為無關台啊，水啊，啲嘢嘛都係打滾啊，叫搞嚟搞去啊，所以講溫暖講，好像有一種這樣的，其實好像不是怎麼講，我是覺得很好的感覺，我就是想要拍這種鏡頭，所以我就在。重新回忆起以前的情境，然后就拍这一张。秋雨你愛土來的，雖然大家共認也係一個淺土嘅名，無那相名好上高，無情算命先來夾過，唔過你就係土地嘅語言，你就係客家嘅愛，唔係話愛，唔係話愛，你唔係面愛，你係真正嘅土地，阿爸阿妹嘅心肝。吗？注意哦。啊，这个冇咁掉，这唔會啊。睇到，睇到。哪片？就睇嚟，就。哪片？好啦，唔提表咧，後背去嘅，後背嘅蘇拿度。
后来，我渐渐了解，为什么有些游子会在年轻气盛的时候离开故乡，而在功成名就时，迫不及待的想要回去。故乡啊，故乡，有的时候你沉重的让人喘不过气，而有的时候却让人激动不已。每当我徘徊在那个回忆的时候，空气里总浮现一股潮湿的粉笔气味，不知是否和那间教室有关。我想，也许是吧。我把你的翅膀藏了起来，直到我洒下点点星芒，宇宙航行的舟，在万里无云的天空。我把你的翅膀藏了起来，直到我洒下点点星芒，宇宙航行的舟，在万里无云的天空。我仿佛看到了你的瞳孔闪烁闪烁，我才把翅膀还给你，我才把翅膀还给你，好让你迎风而飞，迎风而醉。我把你的翅膀藏了起来，直到我洒下点点星芒，宇宙航行的舟。